过来，高雄市长韩国瑜嘛爱无用市政，嘛爱拼选举，真正伤忝咯。毕竟人毋是铁拍的，只好来取消一寡行程。昨暝8点外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要甲新住民的姐妹座谈，一日才听乐团的演奏，三听四听。目睭刻刻赶紧，搁爬金，搁无偌久尔，同款的情形搁发生啊！真正是有够忝，煞来主持人发几个声嘛无听到。市长，好听吗？实在是挡袂住啊！韩国瑜取消伫遮过暝行程，要今日透早7点半的早餐会。伊头一个出现的地点是9点外伫凤山大天府的安坐大典。中华民国108年，看起来真疲劳，目睭红红，大家关心市长的健康，伊有回应啊。大概连续跑了好多天，都是非常的密集。昨天晚上就是跟新住民的朋友谢谢他们。11点多大概离开家，大概睡了7个小时。今天早上我也感觉我像无敌铁金刚了，好吧？市政国政双头烧，话家己是无敌铁金刚的韩市长，继续提起精神赶行程。